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24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的标题我也未讲完呀，是安怎标题写作安尼？咱顶一集有讲到这字呀伫论语内底的用法，但是这字呀无遐简单，咱今日就是要来做补充的。既然要讲啊，就甲讲互较详细咧。另外，小张今日要来分享一篇台语文，是我家己写的，各位会使来参考看卖咧。安尼写到底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顶一集咱有讲到，知影甲毋知影，因为咱讲话时阵的情景甲态度，会去影响到这字眼的发音、长短甲关系，造成知影甲毋知影，读甲变知影甲毋知影。针对这个讲法，有一位网友甲我留言，伊的留言写安尼：以这逻辑，有影是毋是应该是有呀？咱先来感谢这位网友的留言。确实，有呀甲无呀，伫上古文献内底真接出现。但是，小张认为有呀甲无呀，毋是有影甲无影的正字。敢安呢？小张，你敢有啥物较好的讲法？针对这位网友的留言，下面是我的回答。应该是安尼无错，但是有另外一个讲法，探虚实。探虚实这个讲法，毋是干那咱台湾人咧讲，北京语、普通话嘛有这种的讲法。虚就代表无影，实就代表有影。虚实这两字伫上古文献内底嘛是真接出现，去查就有。干那用喙讲，无摕文献互你看，毋是我小张做人的态度。咱即马来读这篇《论刑》，是东汉年间的文学。故虚实之事，并传世间，真伪不别也。世人或言是以难论。确实，虚实这两字伫上古文献内底都有出现啊。咱即马搁来读另外一篇。咱即马要来读的这篇《春秋繁露》是西汉时期的文献。咱要用什么款的读法来读这篇文章？同款，咱就用正港的台湾开口，先莫管它伊是文音还是白音，先甲读好顺就好。这篇文献真长，咱即马来读这个段落就好。因国以为心，因神以为心，以心言为声，以心事为形。有声必有响，有形必有影。声出于内，响报于外，形立于上，影应于下。有看到无？有影就写伫遮。这句话写甲真清楚。有形就代表是实物，若是实物光甲照落，当然就有影；若是无形的，代表是虚的，当然就会无影。所以有呀甲无呀，这个写法我毋敢用，就是因为伫上古文献内底确实有影这个写法。过来，网络顶悬有一位自称专家的人，伊讲人有影，鬼无影，这种的讲法你敢听会落？啥物人讲的？你心内有数啦。咱莫听迄个人胡白乱讲。咱即马来讲一个新的主题。这个字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3个读音，其中这个读音是韵切音。所谓韵切音，就是伫韵切内底有记录的音，读作屁，低记低屁的屁。除了这个音以外，教育部阁建议2个读音。第一个读音读作黑，咱来讲例句，迄毋是我的啦，你摕毋着啊啦，我的是红色的。第二个读音读作迄，迄个人开迄台车，用迄支手机啊，穿迄领红色的衫，就用这字迄。针对这2个音甲用法，小张的看法是安尼：学界若甲民间拢有共识，咱就先写这个字无妨。上起码，咱若写这个字，袂造成误会，因为文献歹找，
后摆咱若搁找到搁较好诶字，咱会使来改。但是咱在用即个字诶时阵，咱嘛是爱参考古早诶文献。伫玉片内底有写甲真清楚，即字片是对处之称，代表即两字是相对应诶。但是真可惜，即字处毋是教育部诶建议用字，啊若无教育部用倒一字？教育部建议写即字，咱来看教育部安怎写。即个字读作遮，这里，如此，这么，拢用即字遮。啊，用即字遮，到底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咱来看文献安怎写。说文解字内底写压呀，即字压就是止，停止的止的意思。玉片内底写无呀、断呀、要呀、难呀。啊哪会安呢？即个教育部的写法竟然甲文献的意思完全无共，这安尼是毋是足含的？拄着遮尔含的代志，你有意见啊无？咱家己的文化，家己来救。你若无意见，校长有意见，遮尔含的字，咱后摆就莫阁写。啊若安尼，咱要写倒一字？校长建议写即个字，咱阁来看一摆文献。伫字雅内底写甲真清楚，处者僻之对，阁一摆证明即两字是相对应的字。啊，即字僻，咱拄则捌讲过啊，学界甲民间有共识，会使读作翕。咱来看即字处，伫台湾闽南语用字汇编内底有记录另外一个读音，会使读作即。即个人、即间厝、即只狗、即支笔，咱用即字即，拢袂产生误会。咱即马来加虚词，即字翕，咱会使甲写作翕呀，嘛会使甲写作翕呀。即两种写法的连音就读作遐，啊，即字即嘛共款，会使写作即呀，嘛会使写作即呀。两种写法的连音就读作遮，是毋是比教育部的建议用字好100万倍？但是即种的写法敢有妥当？文献甲查落就知，伫先秦两汉的范围内，翕呀有24摆，翕者有19摆，即呀有200摆，即者超过400摆。虽然拢有文献，但是无一定全部会用哩。安怎讲？咱来举例说明。文献内底若写作安尼，咱是要读作如此呀，还是要读作如遮？咱拢捌读过册，咱拢知影，若是安尼，咱一定爱甲读作如此呀。这已经算是基本常识，无需要阁解说。咱若是换一个方法，共款伫先秦两汉的范围内，甲查伫遐用即字呀有2摆，伫遐用即字遮有4摆，伫遮用即字呀有6摆，伫遮用即字遮有4摆。即马一定有人会问，到底是爱写即字呀，还是爱写即字遮？其实虚词无人伫规定讲爱写倒一字，才是正确的，所以你要写倒一字拢会使。啊，用即种的写法到底有妥当啊无？校长即马就要来举例说明。伫台语黑白讲第19集内底，校长讨论即字工，要来讲即字工进前，校长有讲2句已经无人会晓讲的台语冷笑话。讲完即2句冷笑话了后，校长就讲在此留下记录。咱若伫遮加一字呀，就变成伫遮留下记录，是毋是足顺的？是毋是大家拢听有？文献内底若有即种的写法，咱嘛会使摕来用，一点仔问题都无。刷落来，校长要来读一篇台语文，啊，这篇台语文是我家己写的，内容拢是咱讨论过的字，各位会使来参考看卖咧。校长一边开车，一边在找停车位。我甲阮小弟讲：中诶，真暗啊，我看无，你落车看迄位会使停无？中诶就紧落车呢，7看8看，甲我应讲：袂使哦，遮无位停车格。我就甲讲：要无咱去公园附近遐找停车位好无？
阮小弟就讲，去公园遐爱行较远呢，但是应该有位哦。我就甲因讲，无法度啊，行较远嘛无要紧，即马罚单足贵呢。中个就讲，确实有影，罚单确实有影足贵诶。针对校长家己写诶即篇台语文，欢迎各位网友提出你诶想法甲意见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有影甲无影，就是写作安尼。上古文献内底嘛有即种诶写法。啥物讲人有影，鬼无影？即种诶讲法，咱莫甲听，配读就是配读。第二，屁甲处是相对应诶，咱嘛会使读作笔甲字。学界甲民间若有共识，咱就会使用即两字，上起码无人会误会。第三，加虚词落，就会使读作遐甲遮。伫上古文献内底嘛拢有即种诶写法。伫校长家己写诶台语文内底，校长就是用即两种诶写法。第四，伫遐伫遮，就是写作安尼。今日我就讲到遮，感谢你诶收看。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